目前公会以下幼儿也无多注意到，所以幼儿园托育机构的防疫工作更需要大家关心。为了让家长在选择保姆等照顾人员的时有保障，市府除了持续宣导保姆爱注满3针，嘛针对环境卫生甲符合资格人员，率先发出标准认证，希望共同为幼儿的健康把关，避免危害。5岁以下的孩子，不管在幼托机构或是家庭式的保姆，我们就需要建立这样的认证。希望说这些家庭保姆以及幼托机构严守这个防疫规定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另外一个外县市，在外县市曾经发生这个妇产科医院，其中的新生儿有好几个人被感染到了。这表示什么？表示医护人员没有做好自己的防疫，没有遵守防疫规定，就把大人把这个病毒传染给新生儿，这是非常遗憾，因为新生儿他的免疫力都还没有建制完成，又没有疫苗可打的话，染疫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我们觉得是5岁以下的，尤其是新生儿的这部分的防疫工作，我们特别要加强。为了避免受人照顾幼儿有潜在风险，小桥除了协助居家托育人员落实相关防疫作为，并且扩大要求家用幼儿带做伙亲人，那这类居家隔离、居家检疫，特别当使用该服务。对此家长有任何疑问，买当联系0620888362等各区的居家托育服务中心。台南新闻管制何秋邦采访报道。